一位比丘出咗家之後，覺得要有安靜嘅環境先至可以念佛打坐，但係寺院每日出入嘅信眾太多，嘈到佢冇辦法修行，於是就同方丈請假，要去深山裏邊清修。不過隔咗冇幾耐，佢又返嚟啦，因為山裏邊都太過嘈吵啦，啲蟲聲啦、雀仔聲啦，仲有風聲、雨聲啦，搞到佢冇辦法安心落嚟，結果一句佛號都念唔到，已經搞出一大堆煩惱。大部分人都係習慣心隨境轉嘅，成日俾啲外境帶住走，就算學佛修行，都不自覺咁樣向外追求。其實修行嘅重點係向內修自己嘅心，唔使理咩時間同埋喺邊一度，個心都唔會攀緣，唔受外境干擾，更加唔會揾外在嘅嘢嚟衡量自己嘅修行有冇進步。透過學習抌低晒身心嘅包袱，就可以慢慢咁樣體會百花叢裏過，片葉不沾身嘅自在啦。